尼也下来看哦，有乜嘅方法做得来本自家喺训练阅读嘅时节，做得理解文章嘅意思。一开始，俺能做得来大约读一篇文章，接下来天天呢简单画出因果关系，看出因，看出果，我来了解作者写一篇文章嘅意思，就唔係易困难嘅事情。安尼就做得理解文意嘅。接下來喺提升答題能力嘅部分，安尼嚟提醒大家，不管哪個題目，我先來看選項。喺講讀到困難嘅時節，安尼做得再繼續看一篇文章，再過一擺來潛看下一個題目嘅考嘅係乜嘅部分，再來一擺理解全文。韓國喺讀嘅時節，一定要把握關鍵詞同困難嘅詞。安尼喺拿高分就唔係乜嘅困難嘅事情。最尾祝福大家考試順利哦！